OK start streaming YouTube recording on แล้วก็แล้วโอเคขอ YouTube on นะเบิร์มโอเค on แล้วโอเค嗨，各位聽眾，嗰陣歡迎嚟到啲嚟收聽呢個嘅節目。這個禮拜咧，我隻老作歡喜到人嚟參加啦。我老因為今日會講嘅物件咧，是叫個咩啊？個比龜，但係唔是龜個數。個比龜就是講你現啉個比啊，咧隻小個比啊，泡個比。頂當你咪講佢泡大泡個比龜啊，特別嗬，個人。會講喎，你啲阿龍當然最近嗬，嗰個請做隻新嘅 adventure 呢，我叫隻新嘅唔知係咩啊，伊個缸啊，什麼唔知，所以我聽伊講伊泡個比，即對我嚟講，我是冇咩曉，因為我頭一條我冇講啉隻個比嘅人，我較就是個啉茶嘅人，所以我較就是泡茶啉，特別泡個比咧就正，我感覺就有你泡舊講泡個比嘅人，樣是真正。真正在泡茶人唔上啦，樣像啊，真正有樣家己辦法啊，樣要泡安怎伊一步一步安怎泡到這道，咪水個咧只物件講嘅，所以咱就是有興趣咧參加人講泡個比個事。當今這禮拜咧，哇，你這本餅啊呀，哈！你是變咗等陣阿龍，等陣我幫你大隻聲，特別我 computer 只辦，所以冇咩睇到。攞嚟叫隻股正 before 買新 computer 時，我特別 complain 講我 computer 就是hang 啊，係咪物件？當今不知讀對嘢。來阿龍出聲就係了，學我個看到咯。冇是靠到你走嘅一邊，你就出聲了，因為 camera 佢 pop up 到裏邊。阿龍特別出聲就係。Oh my god！ 冇出聲，我別我乜嘢？我嗰度頭換起阿龍介冇合作，按照阿龍冇聲嚇，我要看一個，我要幫伊大，個別一個冇出聲，伊咪咪掉出來頂。當然冇聲啊！當然有啊！但嚟看佢嚇，嚟看。但係我瞧佢啲 camera 特別都冇出啊。哦，這是哦，係咪物件我差別掉你字講下。Certification of completion barista。哦，你覺得你可能去做 barista 嘅去 train 嘅？有 course 我係即係有政府承認嘅。哦，แล้ว你是有你去做工 Coffee Association 啊？你是有你去做工，會用到這個 skill 啦，你家去學嘅，還是你是落來有興趣啊學嘅？我是落來興趣嘅，我不得要開個別店嘅。哦，你旁邊開，你要開係海南人嘅個別店咩？還是開阿摩人嘅個別店？海南人嘅個別店啊，個別店唔是個別店，海南人嘅個別店。係啦，我去叫對，對條路時個啤梨啊叫人嚇呐。啤梨，我開嘅差唔多都是啤梨咯嚇。嚇，個別店，特別佢去個別店是啤梨邊年。啤梨啊加一包，啊買生啊，我特別是去做啤梨買生嘅。你是怕是要到啲韓國去開個別店啊？嗱，啲韓國啦，我做啲哦，佢是件個別店，幾杯未包，冇，佢就歸換因為你講咧未杯未包咧，有就冇歸換，一別個別性 OK 啦。冇，你開咧個別店咧，是你去請人嚟請別你人嚟做嘛？嚇，因為我太驚咯。你就會 fix 咗佢特別前後後面嘅嘢。我同你講，你下面結婚嘅網上啦。At least 啊，係咪 toast 啊，幫菜式嘅東西你做一啲。哈，對，加一咧，加一嘢嚇。加一接口嘅。對，你慢慢升嚇，加一啦，了。你冇啲怪你幾年啦，所以我直掉我係無相關嘅經驗。哦。特別你講你頭嘅誒個店是個別店嚟，你講你頭。我嘛是特登做個別店咯。所以你特別你唔是做咧 agency 咩？佢做個別店。我幾邊啊嘛？我播冇嘅就嘛去。所以你平常時是做個別啦 ，instead of 不，你 main job 本是做 agency 嘅，特別係一間店本是你頭家開嘅。落咧嘛就。落掉咧嘛。落啊嚇。對 agency 嚟嘅，我 agency 我 lunch time 人濟，但係我行去嘅。幾邊嘅就一時開每年就幾邊嘅，本是你頭家開嘅一間店。對，我家己嘅，我家己嘅所在嚟嘅。
哦，伊毋是一個大嚟，伊毋是一個 counter 就，伊是一間店嚟，啊，伊是有影我嚟 literally 是一間咖啡店嚟嘅，咖哦，啡嚟嘅。食咖啡啦，對，有所在坐咖啡嚟嘅，係咯，有 counter 水水咁幾 set 嘅咋，所以有深度嘅啦，伊是食就是咖啡嚟嘅，所以但是我一啲就就聽到人，我聽到嘅，但是我直直聽到 credit card 嘅聲，而我 office 裏邊咧，伊是伊古仔是一間店嚟咋，伊一間店咧，我頭家睡落嚟了，伊 renovate 變做一半嘅咋。中間是個牆咯，哦，當然啦，有人 work from home 咧是有所在嘅時所以我候，喺每時啲阿妹咯，阿妹夾開一個妹咯，所以我阿妹本啲伊每夾夾夾開一個妹，係咯，中夾一個牆啲中雜了咯，所以變咗古仔一間是格格長形嘅啦 ，rectangular 嘅 size 當邊嘅，等變咗一半，對，變咗一半切一嘅啦，半嚇，切一半係啦，一半就做 agency，一半是咖啡嘅啫，所以咖啡冇錢就大間啦，都好咯，阿個出邊度啊咯，係咯，你類 clientele 係咪咧類客卡？伊係咪人 neighborhood 裏邊啲咧都是啲做工人區裏邊做工嘅人咯，有隻是 office 裏邊。哦啊，，有 competition 咯，有百間嗰邊店，真係勁，伊有一間是啲老咧做生意啊，伊出名啊，伊 Instagram 佢做得好，係啦，佢就係 YouTuber 嗰邊翕小影，然後也特別我家己個人咧，我冇熟悉伊嗰邊啦。我老實講，我冇熟悉伊嗰邊，我冇感覺伊嗰邊特別。咱講咱在嗰邊嘅比賽是個人，你家己有人暑假安尼款嘅嗰邊，有人暑假即係客正款嘅嗰邊。你本身你家己暑假嘅嗰邊是安怎款嘅？我暑假阿咪是算咗好嘅嗰邊。邊個邊一定要考驗嘅比賽，because 對我嚟講咧，嗬，OK，嗱是講對韓國嚟角度嚟講咧，嗰邊咧是有兩種嘅比賽啦，主要啦，一種是考嘅比賽，一種是算嘅比賽嚟咗。因為有時咧，你嗰邊是算嘅，你看這裡咪邊點頭就，咪邊點頭啦，啊，有一種算，我冇算嘅。湖北啊，湖北點？湖北咪湖北，係咪得一間點頭？一點嘢頭，一 not 嘢 head。哦。就這樣點頭，咪拎頭，我講叫佢哋隨味加 call 味咁樣，一啲啲點頭，所以意思講意思，一贊成我講。OK，咪拎 OK。有 call 嘅嗰邊，不隨嗰邊嘅，有就一種啦，特別主要啦，第 top level 嘅比賽，是 call 咪隨咯。所以有陣時有就是嗰邊點啊，啲韓國啊，當然有隻時間，韓國啦，當然是真係陰尖咧就。有真係陰尖嘅就，因為啲韓國咧，我講嘅韓國是 actually 我講到蘇嘅啦，其他所在我唔知啦。蘇是第度嘅所在嘛，直播有一間嗰邊店嘅就，你直播到一間嗰邊店嘅就，嗰邊店是有影是 like every fucking way，一路到下面所在冇嗰邊店嘅就啲蘇。啊，我咪未รู้你韓國啉嗰邊嘅歷史，伊人只是對啊，即係阿莫。做嘅啉咖啡，還是因家己韓國本身有因家己嘅咖啡店。韓國本身是啉茶國家嚟，特別當然冇人啉茶啦，佢都啉咖啡。哦，伊唔知是 Westernized 過後咧啊！嚇，我同你講，你在 Starbucks 有影是上一個區啦，你哋 Gangnam Station 一個 MRT 是 subway station，一個 subway station，一個 subway station 出嚟 one of the exit 就我講到係12個 exit 啦，一個 exit 就12個，你本身個 exit 都直行出嚟咧，嗬，你係出到過境嘅 Starbucks 就。哦，你是真幾款。但我都講就是講湖北嘅咯，湖北就是一個湖北就是個Starbucks 啊，是講湖北嗰邊。我冇講到湖北啊，我講是河北嘅水北。哦，แล้วก็阿龍，我明你microphone 是唔是你？即係 Google Meet 是唔是冇用你隻 microphone 啊？冇水啊！啊，你聽成個 computer 嘅嚇，即係 computer 嘅聲。對，當叫咧。啊，當然較好啦，對。我而家就係。人多你前面行啦，你講你就冇啊！我咪拍碎，我咪拍對你講了話一半咩？你成日講裏邊講。哎呦，冇啦，冇講你差啦，冇得差啦。特別冇聲咁細，你衰啦，係先啊，同我先。OK， 當今嗬，咁我哋先生同埋幾個數冇講到就係人嘅成交啊，乜你介紹，我冇介紹過，即係介紹特別嘅變性，特別嘅變咧，到啲 Google Meet 下邊嘅朋友介紹咧，就有哇，嘅水人看到啦，落地，同埋我哋睇到咯，後點阿龍咯，個有豆哥咯，歡迎豆哥。แล้วก็有就阿涵咯，歡迎阿涵。Hello， 我啉過 B。好，แล้วก็有ออติตู咯，歡迎ออติตู。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有阿岑ลักษา，歡迎阿岑ลักษา。歡迎達達人。
了個我人嘅成交咪咪令是頭這是屬於頭一擺啊，人哋定當晚啦錄音是貴，其實較棒棒。actually 我特別對了啊，人哋對好，我咪對好，都是成正是棒貴個數數，我特別想是，這較早棒貴啊對。我特別聽佢啊，貴個數已經聽，所以第一隻咪咪令是第一隻啊。早一禮拜是唔是？嚇？你早一禮拜放還是就是放？我是講貴嘅個數就是毛股嘅個數，講啦就是貴嘅個數啦。before 先正是成棒啊，冇都冇，冇機會棒。入面就是12號嘅禮拜啦。唔是禮拜是幾號？這禮拜19號嚇，對，12號。OK，你看我 producer 做工嗰人，我做工嘅 OK，你成個唔不 appreciate 我隻冇嚇。大快你做工嘅是 OK， แล้ว嗰時候當老公嘛就哎我啦，咱結嚟結基本幾20年啦，習慣就好。對。แล้ว所以我會每隻咪咪令咯，先是我們就講到話咪咪令，你是個啉過啤人哦？所以基本咯。嚇，嚟講下你 almost every day 啊。你啉係咪款嘅個啤啦？我就寫嚟講。我 mostly 是啉 ice latte 啦。哦，唔是阿莫派個啤，冇人講係咪啉咩咧？咪個啤店咩白個啤咧？係冇啊？個啤冰啊？嚇，個啤冰啊！我是自家就個啤冰搞啦，個啤冰搞啫。嚟咧，你是只咪係咪 latte 咪 latte？ice latte 啊？啊是 dry。哦，冷嘅啦。dry 看先整有事咯，特別係冷嘅。latte，你是家只安怎嘅就點都按照 order 嚟講，按照 order。你記得住 order？ just normal latte 冇糖嘅。哦，你記得 order，佢就是只得一間，得一間。唔係latte當上是冇，latte當上是冇糖嘅嘛？會唔會？冇糖嘅。咩你叫 latte original 是無糖嘅咩？哦 ，latte original 無糖嘅咧，到冇即阿龍講嘅。latte 是古靈嘅意思嗎？latte 是古靈，基本先是古靈嘅，係嘛？伊裡面個杯是古靈頂面係 espresso 咗，所以當然就 standard 呢。個杯就是 espresso 意思。啲古靈咧是40 milliliter 嘅，40 milliliter。百位無相嘅咩？有啲國家無相咯，有啲國家只有30個嘅入個不可能。特別古靈 standard 是40，因數格裡按翻啲味素啦，所以古靈 standard 是40咯，所以40泡出來一熬 espresso 咧，哇，入落來就是看到差唔多咩物件了。係咯，伊講掉嘅咧 latte 咧 ，actually 講 latte 啦，正名是叫做咖啡 latte 咯就。咖啡 latte 對。因為 latte 本身是古靈嘅意思就。哦，你攞隻 steam milk 咩曬 latte 啊叫？不，人講下我啉條 latte，actually 伊嘅意思唔是講你話啉條古靈，伊啉條咖啡 latte，即係人本時人講咖啡就冇啦。咖啡 latte 是人這邊講嘅。啲韓國咧，你冇韓國不能講咩個 latte 就เอา意思就是講咖啡 latte 意思。所以你去個別店你會使 order，你去個別店你會使 order 干那 latte 呢哦，買咖啡 latte 會使干那 order latte 呢？冇啦，你話是啉古靈嘅咯。是啦。你都冇有人 order 成個 steam 嘅 milk 咧？你唔識叫？嗰時 hot 咖啡 latte。唔是我買個啤嘅，我嗌干那古靈 steam 呢。只有人係肯 serve because 你去個別店啉啊，你去個別店啉，你就只有人講我係啉古靈。啉古靈，有你所在是有，特別伊唔是 standard 嚟嘅咋。伊唔是一個 default 嘅物件嚟。OK， 所以冇泡湯啦，冇泡湯，你使 special order，特別冇泡湯。有人係 understanding of latte 呢個字咧，就是咖啡 latte 嚟。
啊，哦冇人嚟講話，冇啦，往啲 Italian 裏邊啊，latte 就是古靈嘅意思，冇啊，咱哦，我想講這邊咧，學見 latte 是到底一啲都計佢頭講拿奶一啲，係咪叫 latte？這是個年歌，用一字嘅字 latte 字 latte 年歌啊咩嘢？แล้ว OK，所以特別特晚講伊是豆哥，哇豆哥我唔知講那是個 B expert，本來就是用豆哥。你 order 咖啡 latte 是 default 是無糖咯，愛糖你就要加叫呀。是你自己加嘢 syrup 咯。所以你一般都就是無糖嘅嘛，咖喱 vanilla latte 咧 ，vanilla latte 咧就是你 espresso 係啲古靈丁邊料，一股係 vanilla 嘅 syrup 或 vanilla 嘅 powder 嘅，所以有 vanilla 即係就有糖咯。 OK，來，咱叫阿龍，無糖嘅。阿龍講，你先數你有這個咩？你講咩？你字，你這嚇，即係咩叫做咩？你係換餅，你有換餅咧？我當今即個豆哥 order 嚟，你去講講你好聽。你教阿龍 order 就係了阿龍就接咗講人怎做，一步嚟講。OK，聽過呀，recipe 啦。1、2、3，來 start。我 order espresso。會使？啲 espresso 就是唔係啦，人哋講掉咖啡latte，人哋做呢個我order espresso。哎呦，人哋聽到咁樣冇聲。放水嘅豆嘅，就是講企交 espresso 就無古靈嘅，咁啊哦，企交發生嘅時候變咗無古靈企啊，同你講。來，我 order。order 佢。來，男仔 order。我個怪人，我係 piccolo latte。即係我唔知人都做咯，我個個都冇時間。個都冇時間。你講平常嘅 latte，我是咪就係講 latte 人都泡 process 啊？我愛一熬 latte。冇人 order latte 呢咋？OK，我 order 啦，我 order latte。嚟 latte 啦 ，OK latte 話咯，我就是俾佢做我係嗰邊咯，我嗰邊咧就我就會嘢一攞陣嘅，你頭姜就剁嚟，啲一陣跑出嚟了。轉出來了，係嗰邊款，係咧嗰邊款咧特別跨灣嘅 standard 嘅就，但係啲 standard 是冇成嘅就，你看係自己注意辣，但係啲炸雞特別 set 你 standard 嘅就，所以我對係嗰邊款咯，係咧我跑出來，我加出來嗰邊隻拗咧，係你叫做隻拗是 espresso 啦 ，standard 咧是 two shot 嘅意思就是講一轉攞你最盡頭轉出來嘅。攞你最盡頭轉出來，你特登你去注意看，人咖啡 machine 啊，一攞你最盡頭轉出來，迄個就是 two shot 的意思就，就是攞清攞棒的意思就，一棒就你有當時用到一棒嘅，然後大部分點解咧？一攞你最盡頭出來咧，我用一個拗，唔是，你看，等陣你講落去你就明白啊，一攞轉出來了，一個就接上一個拗嘅就，所以一接上一個拗嘅話，你學 standard 啦。你冇可能100%準嘅啦 ，standard 咧是40 ml， 只拗出來是40 ml 嘅啫。啲 Korea standard 樣 set 出來是40 ml 嘅，係咧我就會變古靈咯。我變啦古靈就是講伊愛是 latte 嘛，伊唔是 iced latte 嘛，伊是 latte 嘛。所以我變咧古靈啲咧 picture 為了，我就會去做 steam 咯。steam 係咩？古靈掉，可以古靈去配咯，去直接配咯，去直接配咯，佢拗接落嚟安怎做咧？有咧點咧嗬，是成變古靈啲拗位，係咧。espresso 嘅邊啲定然，用一個坑緊落去嘅，係咯。latte 咧嗬，有咧嗬較搞嘅咧，latte 是有壓嘅咯咋，所以成邊個邊，一成邊個邊啲壓位了，喺你古靈格，你看做一個壓出嚟咯。意思即到邊一度啊？你到邊一度是到定動度咯？佢講，嗱你本上係個邊落聲啊，是古靈。個邊咧嗬，個邊咧 usually 是啲。用一道按邊落去呢？但係有時你要做 latte art 嘅話咧，你邊落去佢拗咧，你特別少塊油咧拗啫。哦，切嘅。哦，你個邊成掉啲伊拗位。哦。因為個邊出來嘅話咧，嗬，伊有係你個邊配嘅咋，個邊配就是高高食嘅。crema 掉，你有 crema 嘅話咧，嗬，就是表示是好嘅個邊。所以就是講你看你 crema 冇夠嘅話咧，係你個邊是冇好啉嘅。哦。有 crema 嘅話咧，意思是講你個邊是真鮮。你冇 crema 嚟講，你計攝住喙到而家個到你喙一配到對頭 crema。我跟你講是安尼款講，特別阿 John 做唔到嘅。
做袂到誒，你安那配入去，你做袂到，佢哋 grammar 出嚟嘅。冇相講伊配只要，物件哈，伊無上物件嚟嘅。伊是伊個必要啊，係伊是個必要。嚟講，我被叫佢，我做嘅古你無夠配啊，我去生你配出嚟，別你做，你做袂夠嘅。你講潮時講啦，你咪用頭叫佢叫啦，諗落去，別。搞未處理款。一下你做袂到嘅，你就。伊就是有 steamer 烹出來，迄個個別配，轉夠樣嘅咋，迄個個別配85度嘅咋。OK， 你別只上領嘅咋，上領嘅你嘅配啊，你別做壓嘅咋。誒，你安怎會知道幾多？有人嘅，你咪先我出有85度嘅嘛？伊唔是，哦，你是講係你追，伊 steam 是85度嚇，伊對，伊 steamer 是85度。Usually 是85度，我90度啦 ，standard 啦。我唔是講。特別我捌看啦，我捌看 video 過人嘅 thermometer 去量。有特別冇得嘢 ，thermometer 量咧唔是做工 ，thermometer 量佢哋做。thermometer 量是你讀冊一點聲，先加你量嘅做。啊，所以 YouTube 你看得到，特別正啲人嘅咖啡裏面冇人肯做啦。呀，你 already 是 in practice 啦嘛 ，practical 啊嘛，你冇用喺裏邊嚟量啦。讀冊一點聲有，我讀就係禮拜嘅 course 嘛，我呢點聲唔會，先生一定要 test 咯。我做出嚟咧，我跑出嚟啦，一先生特別查你佔咩幾塊，都冇夠你70度呢。啊，對，你都聽到數。伊水是85度，特別你拍嘅陣時，你特別見到你拗咗，你見到你拗疼到你手，feel 到，哦，疼到你手啦，你個 stop 嘅時，伊無夠疼嘅話，你個 stop 嘅話咧，一直掂喺你尖，70度無夠，你特別貴85度嘅，使加有分數嘅。了，你是講你是 default 就是two shot，對 ，default 是 two shot 嘅，做咩數伊係 two shot，按照你一拗做出來就是會 two shot，變攞你最盡頭咧 ，because 有啲 menu 是跟住 one shot 嘅。example cappuccino 咧，跟住 one shot 嚟咗。So 按咗做咧，攞嚟最盡頭嘛，按出嚟啊嘛。So 我有時你拗嘅事你話，因為攞嚟最盡頭，你注意嘅咯，接上就你拗咯。你咪是 two shot 啫咯。但是講我愛做 cappuccino 嘅話，你學嘅攞嚟拗。哦，分開哦。哦，所以 machine 是倒出是出 two shot 咧，你未 set 伊 machine 出一個。哦，係出 two shot 嘅。你做拍生氣。You are right。入落嚟喺你另外一個 shop 俾人做咧，嚇，家己骨你咪，掉啊，嚇家己 ，yes，我講你講嘅是熟悉咧，哦，真正拍生嘅，我做咖啡，然後所以講你講真正拍生嘅，你係邊樣咧？嗱，特別俾我冇 fresh，樣只係做錯物件嘅，你講我 I didn't order this，I order the other one，一直 check 佢 order 試係做唔掂嘢，immediately 就 immediately 啲 basic 佢就特別條嘢，Starbucks 唔係一套邊條嘢。OK，你我會唔會看隻咪咪令，你特別食到你特別講黏嘅，我覺得伊曉真係正面嘅。嚇，嚟講下，你愛安怎？你安怎你嘅黏是你是要黏掉係咪物件？嗰是感覺到好黏咧？咪咪令。你大節黏嘛？你應該是你 standard 嘛？冇啦，我唔是黏爽嘅，黏貴嘅嘅本啦。特別我是較 prefer 吼，因為有的人是屬較酸嘅 base 嘛，了有的人是屬較苦嘅 base 嘛。所以酸嘅 normally 我是叫 fruity 啦 ，fruity flavor。And then 有隻咖啡到這邊用 mostly 是用酸嘅 base coffee 來做 latte。Then 我是無安尼屬較啦，我是較屬較嗰種要淡薄臭氣大嘅。哦 ，dark rose 是唔是叫 dark rose 咧？哈 dark rose 啊。哦，係係男嘅特別惡是真正 dark rose 啦。冇啦是酸嘅咋？哦是啊，嗱係酸杯嘅咋？你係估睇你特別惡，你係估嘅話咧，你黏落其實酸嘅。哦，你講 oxidize 嘛，咪酸啊。oxidize 嘛，咪酸咯。oxidize 掉啊，就酸咯。伊底本身就是酸嘅個味嚟㗎。有你酸伊是像啊，酸嘅我較 prefer 啉 just black 嘅咯，無係古靈嘅。哦，你啉是你古靈杯，你大概你有 specify 講咪有 two shot one shot 咪無嘅，你是叫 latte cafe latte 都是 two shot 咧，小龍，就韓國。啊，我 add一個 shot 個。哦，你 add extra shot，add 俾曬 shot 嘢。哦，曬 shot 你咪是只曬 shot 唔出泡啊？我是想咯。
因為你 machine usually 你 machine 咧是有攞餅，會使上點下泡攞out嗰邊出來嘅。แล้ว拍生餅啊，你用3分、4分入邊3分。แล้ว做咩數？你使成個講咩 double shot，成個變做 double 嘅 shot 未啊？會使啊？咪4嚟 shot 咯，你咪4嚟 shot 咯。會使，特別你4嚟 shot，你嗰邊就較濟咯，你嗰邊就較貴嘛。因為一凹是差不多，一凹是上行嘅嘛。即係譬如講你嗰邊較少，你嗰邊較濟咯。所以你就俾潮啦，你使講我 order double shot。潮咯。嗱，對嚟講，我就講你 standard 是 2 shot 就是40啦嘛，2 shot 咪就20咯，你自己算咯。所以第三大凹出嚟啊，300啦、400個啦，你滯了誒。哦。要做你腦裏邊就算了咧。哦。我未做拍過邊人，因為比較水物件，所以我對邊係calculator 定。actually 我同你講阿倫啊，咱古早咱看人哇，嗰隻狗呢，Starbucks 是人，actually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同你後年就冇啦，我行過一條路啊嘛，我行就 course 過了，入實了，自己甚至嗰啲 practice 做了咧，actually 是真係應嘅。你識佢啊，明少啊，actually 唔係講講唔嘢，一個都是 ratio 嚟咗，一個都是對到佢哋8成數嚟講嘅。你會做成個小小呢？做啥做寬上把等等那特擺樣，你就係我同你講啦，舊年冇時間你睇你咯，舊年人真係死骨了，真係死骨咗。我是對正正。屌，一直你企啲教隊，你就接嚟你出門頭嗰啲嘅哦，你講話 can take your order，一 forever 就上嘅就，因為 order 物件咧嚇，你做咧效率咧佢未就叮當嘅就，效率貴後咧嗬，你嘢你當係樣啦，樣嘢走咧，你計成冰線去嘢都係吹。啲係拗戰咗線咧，我覺得講過呢兩次真係冇 interesting 嘅。所以呢個 expect 咯，我哋你夾 barista 講話頭嘅咩本嚟都就。哦，所以你別使 flirt 㗎啦，我哋哋 entah 呢個別使 flirt 嘅。flirt 人是 OK，特別 barista 夾 barista 唔應該講話。哦，I see，我實講你 flirt，你別使教你夾什麼講。你話啲頭整嘅講，誒，即 root 啦，即 root 嚇。因為 feel 到 root 嘅時候，但 actually Malaysia 咧冇 feel 到 root 嘅時候，because 當時講話嘛，Korea 人有陣時有 feel 到樣似特嘅，就講誒嗰啲人騎啲人頭整嘅事，都咪講。Actually 我感覺美國本身係可能 etiquette，because 你 attention 就變成100%嗬，customer 唔是教你當時講，但是你教你當時講話每一講關係嘅嘢，即係你 customer order 嗰時穩定啊，但是講你是講誒，你朋友咪自己講啦，自己數錢，或者是就 root 咯。我同你講掉都是一類嘅就，講掉都是一類嘅有關係面嘅就。example 我學你 example 哈，我有學我係 barista 講過幾廿道嘅，我 example 哈，我因為有你 certain 因為我唔是特特啲做嘅嘛，我唔是負擔嘅 barista 嘛，我是 lunchtime 就係打個超嘅嘛。So 人嚟講，我係講定咧，你所以要 discount 啦，依家你隔嚟啦 discount code，啦我未有幫 discount code 咗就。So我你行過嚟講，唔係叫我嚟做，你咪做咯，因為我企喺邊喺看咯，你做啦佢嚇，我度你人客考慮啦，一 Q credit card 嘛，伊有回走嘅嘛，一 Q credit card 單有 receipt 出嚟嘛，我度每我直頭每嘢就講，所以白刀你 discount code 嗰時會訂啲接俾我啊，你講，你講，等陣，你做人客走啦個，人客有啲嘢點聲，人賣講話真係冇禮貌。我講我是裏面 actually 喺 that moment 我是 feel 到講呢是真係假 etiquette 嚟咗 ，because 個阿 John 都同我講 etiquette 冇上嗰陣，我唔是講係白行面嘅嗰陣，我是講就隔一個 order 有關就講，所以這裡discount code 是拍啲這邊位啦。I mean simply 這裡any kind of question 嚟咗，但係我真係冇數㗎，做緊物件嘛。對啊，你 even 都是 related to 你 cat 嚇，特別你每個 question。冇，你會使等嘅一招啦，咁會。但是講，你會每特別，我就是明保本美字咁講，我唔是講，誒，即係白刀訂正嚟使啦，我唔是咁就講，哦，都係幾啲啦，白刀我訂，我是試講，等白刀我訂正啦，一直就講嚇，等陣我講你講，有時我 feel 嚟講，面人嚟嘅，阿邊咁頭講就講 yes，誒並頭一潮就 yes，阿邊 feel 就講，誒，兩個個別點嘅冷，特別未夾到你啊嘛，係，伊未夾到你啊嘛。還是特別想講你個再講，唔是無用嘅點先嚟咗，規間店冇你一個客呢，你就，why we 安尼嘅我冇明白咗，特別你學，特別我本真誠嘅我啦，我店嗰時安尼講嘅，我哋先我飛就講，我你特別一直被 train 咯，我學你安尼 game 啊，讓 customer 個未想感覺到，唔是講大家 customer 每人哋講感覺到特別啦，一 standard 啦。其實我教我頭嘅講句，我 personal 嘅 feel 我頭嘅講句講，我時 feel 就講。較活淡薄會較好嘅，我愛行喺你路線啦。白刀我就是講我自己開店。casual 淡薄啦，唔係 formal 啦。你唔係 formal，because 我講你係 formal 咧，
這邊嚟啉茶，人家都坐啲樣。我冇熟㗎，你看咯，我熟㗎是 quite casual，但冇咧，they really like blend into 嗰啲 environment 咧。我熟㗎，佢哋 feeling 就，但係我 feel 到我成個女朋友啊，你看。成個女朋友你處泡個邊，你 passionately 泡好 instead of 成個你講話 transactional 係呐。有時候我同你講啦，紅毛，我當時有紅毛來嘅咋，紅毛來咧，好 feeling 是冇相嘅咋 ，because 佢經常看到我係講 English 嘛，所以紅毛來咧，我講講話嘅時候，哦 no， so you have been walking around here， 我知道講話，讓人歡喜嘅呢個，有 interaction 啊，讓人歡喜嘅就好 impression 呢個，係咯，伊無搞物件是，伊樣嘢就嚟個 excuse me，would you can give me a glass of water，like hot water， 樣嘢好好嘅你講。伊裏邊 immediately 變 friend 嘅就，你走咗一個講 thank you，thanks for you today，係啦，一直行走嘢啊，嗰啲人冇嘅，嗰啲是佢頭領咯，我 feel 到。我哋所我講人冇夠 passion 嘅，人嘅 passion 是種嘅就得啦。咁你日本水水我都看到講啲白白。係啊，韓國就成日係嘛，個口有變口就係水啊，咁樣。I'm not going to change it because 冇乜數嘅。特別嗰另外一面嘅美女阿龍，但係你咪令 order 一時比較辣生嘅喎，所以按咗個咧，按咗第四個嘅話咧，嗬，性格性係咯，呢性係性格了，係啦，呢啲係古靈，代表講古靈是。古靈有 steam 啊，冇 steam 啦，係你。咁靈嘅咧是冇辣地壓地咯咋。拎嘅是冇辣地壓嘅，所以你係古靈咯，係古靈係食日咧係古靈，係咧 espresso 出嚟咧，你個別出嚟咧，你變人哋對面 that's it。誒特別你係生是係到啲，你 serve out 是係到啲，你 picture 唔好。serve out。哦，但係食卡笨雞咯，應該是要生到啲電位啊嘛，然後個面做配。算有時咧，一生嘅拗卡慣嘅嘛。哦，生嘅拗卡慣，usually 係慣嘅嘛，係咯，做誒咧。嘢嘛，邊嘢？OK，明白。有時咧，差唔多。所以你生咯，你要到古靈，你要南嗰邊對面。古靈是邊啲邊啊？古靈是啲生嘅對面邊落去嘅。OK。呢係靈，係咯。espresso 本是啲對面嘅邊啊啲性格對面嘅。南西會叫咩出先？我用叫妹就是。OK，Americano 加。即係 long black 係咪啊 ？long black 啊，等阿龍講嘢換別，等阿龍講嘢換別。OK，我冇別。咪拎仔咪換別咧，係咪有變個鼻性嗰時變水性嘅嘛？嘢換別啲。係啦，變水性嘅。啊，變水性。你講我聽人哋我唔知龍講咩物件，係咪 American long black 係咪？冇 usually 呢個是對面落去嘅，但係嗰時 Americano 嘅話啦。個咧黏 Americano 黏地啫咋，你都 dry 又好，冷又好咧，成準備水性嘅。Americano 是沉水嘅嚇，個 espresso 沉水嚇。沉水嘅。啲水是抓水啦。抓嗰時冷咯，冷嘅咪變係食咯。成個係是準備咧熬。所以你 base 就是 espresso 嚟，你 base 擺實 with espresso 嘅嚇。Forever 是 espresso，你明都係 espresso 係 shot two shot。by default. Okay, so Americano 就是沉罐水，然後但係你講 long black 係咩？沉乜嘢啊？係咪冇事？ long black 是 espresso 沉水 ，Americano 是水沉 espresso。Okay， long black 是啥？冇，等我講 long black 是你放水性 ，long black 你放水啲拗，掉差唔多。特別有分別，我啉過有分別嘅。水性，放水嘅，唔是啦 ，long black 是放水性，แล้ว個別啲丁，講別個插落去 ，long black 啊，แล้ว Americano 是個別性，แล้ว個淋水起啊，有分別。點解嗱一分別嘅？唔是嘅，話嘅 Americano standard 加料是性係水性嘅。OK，咪咪咧，嚟咪咪令妹咧是加是阿韓講，咪咪令擼，我看呢邊 QQ 咪入去講咧。覺得。我是有捌看過一個 article，because 我之前我們真 curious on 即個knowledge。分別。OK，特別你講 article 報無相嘅嚇，有無相本咧。嚇，你睇到是 article 是講。就是哦。But then 我不相應，你是 quite make sense 嚇話啦，就是講嚇 Americano 就是 espresso 嘅罐水嘛。So if long black 咧嚇 long black is 一個 pump of 伊個啲 espresso pump all the way to 貴歐，佢哋是叫 long black。
I mean 我看到的。你幫咩意思？就咪是講以後你泡邊咧嚇，你用手袋幫咧。就是因為 espresso machine 嘛，所以 normally 一個 shot 嚟講話，一出來是阿個淡薄嚟嘛，成個兩喙嗰款嚟嘛。But then long black 嚟講，你學一出來攰嚟 pump run through 係你個鼻道嗬。哦。哦。哦，所以學一追啲過依個鼻孔，搞一摸啊。Then Americano 意思是 comes from 嗰個 American 嘅，佢哋故事就是之前發展係是樣冇咩有類嘛，所以為咗I share 呢個 copy 嚇，所以樣就泡 copy then after that 沉水，所以係 share 特人嚟看。OK， 阿漢你告訴阿龍講啦，阿龍講，阿漢。我嚟學我 share screen，我吹掉這裡 infographic 是真係用嘅。了解，你明白嚇。即係南西講啦是對嘅。I think 是 Korea 嘅 copy culture distorted 咧。哦。南西講啦是對嘅，特別我嘅 standard 我看到近咗韓國嘅 standard 咧是成係主要嘅係espresso。I think 我特別唔要特別意思係講 Korea 嘅 Americano actually 是 long black 嚟。哦，美國冇 long black 嘅，我在 so far 咧，美國 only Americano， 但咧 Australia 有 long black 嘅，所以 basically 是藍拍拍啦。Malaysia 是有 long black 加 Americano 嘅，因為 Starbucks 冇 long black 加 Americano 嘅。哦，有個即係而家是南西講嘅咧，即係對，因內裏本有嘅，比如說是無相嘅，我做過樣做過喏，後我啉有樣是無相嘅。嗰隻最水無相嘅，因為你無賴咯就。幫無頭叫你咯就，你無賴話你看到成黏到水，就是成黏到嗰邊呀咯。對，伊分別就是啲正啊。對，你看到成黏到水，你嗰邊邊水就是，你黏到青嘅面聲，還是黏到結嘅面聲？嚇咁。哦，特別係你明明你講嘅時候，我個對我嚟講是較有意思，就是講你嘅 long black 是你熱水啲泡是。誒，這邊是不是叫 link？ 你未 show 得嘛？未 share screen 啊？未 show。OK， 攏看到嚇 ，OK， 但我看到啦，攏看到㗎啦，即係Americano 是到啲 espresso 啦，加咗水嘅，然後 long black 是加咗水咧，是藍嘅 espresso 到啲頂面嚟。OK， 就是特別，就是我琴晚講嘅啦 ，long black 是最慘嘅，就是跟南西講嘅上啦，對誒，特別因為做咩你 copy 啲下卡啦，你水平起啦，一是唔是講一清起啦，一叫一個 even 咯，嗱我冇白講咧，Americano 是水嘅，伊是 copy 嘅水。我就講你講個 feed， 我淨係妹。amount 啦，也數目啦，還是相關 one shot two shot 是唔是？上嘅 amount 是 ratio 是上啊，就是講 ratio 是上嘅㗎啦。哦，ratio 是無上。安怎係 ratio 無上咩嚇？我唔想會掉湯喎。OK， 因為嗬 espresso 咧是嗬，都是copy 一個浸水嘛，是唔是 ？espresso 你冇水嘅。espresso 是無水 ，espresso 是透過鼻孔出來呢 ，that's it， 無摻水啊嘅嚇。伊無 Americano 哦，我哋咩嘢？伊嘅 crema 包啲類紙啊，但係伊 taste 無像 long black 伊 taste 較 consistent。because 有 crema 啲地面伊包咗類紙，包住吹包會會。因為伊個邊是阿威羅，所以 crema 鋪到啲頂面就是講。對，Americano，但係Korea Americano 是掛條配咯 ，Korea Americano 是有配嘅，因為嗰邊後尾個落嘅成係水性嘅 Korea。哦，呢個 Korea Americano 是 long black 嚟啦。Korea 係 long black 嘅，即係話冇 long black。香港冇 flat white 嘅，flat white 是其實我覺得個有時個有事件嘅，往 flat white 是 latte 隻嘅古靈。嚇，latte 古靈。所以 Korea 是了解 long black 嘅做法有兩種嘅，啊是你對 traditional Italian 嘅，成日大媽最講嘅咯，伊是泡過比較 espresso 落來啊，嗬，
at the same time 伊可以水嘅啲水啲流啊，哦，攞咗本事啦，即係咪咪零講嘅。แล้วตัวกิมลันจะเป็นกับซีในโจหัวเดียว是 either 係水性或係水後尾一個เป็นอเมริกาโน่一個เป็นlong black。我感覺到嗬，伊即係水啲泡啲貴依個邊，我話啥？係你是 long black 啊？我未記到講係你上面，係你是 long black 啊？水啲泡。你係我感覺係你點聲較長。所以用較為細點聲嚟講，特別做另外一個去。ตัวกิมกับซีใน關係因為伊是 long pool 嘅事。long pool 係咩事？伊拖伊個水去迄 espresso，你迄口姜唔是有 espresso 嘅？佇迄 coffee machine 內面。伊就是過迄個水咕咕啊，過下對咯，所以應該味素有影響咯。應該有影響咯。應該舊，I mean 伊味素較舊 compared to 係你啊，對 ，OK， 所以 because 伊水啲沖過嘅數嘛，所以變咗伊嘅味素會較伊較舊過迄個干啊嘅水落去嘅，啊不干啊淋到啲作水頂面，是唔是 long black 是淋到作水頂面啊？淋嘅個鼻屙安尼咯。哦，對，安哥伊行你絲襪啊，你浪架佬咧會伊是你浪，你地啦，個鼻地嚇對แล้วก็一項物件是你會拗啊，你特調愛記伊話咩啊，啊無伊味素會走。That's one thing 啦。你做事你 hot 嘅latte hot 嘅 americano 係你拗是係啲係你 machine 嘅頂邊嘅，可以做。對。嚇，伊是做係嗰種嘢你先做。咱當人 kopi 樣泡樣都是係伊拗可以做的呢。當人 kopi 係咩？當人 kopi 係咩？當人 kopi 就是咱個古款嘅咯，店泡 kopi 伊拗都是係做嘅。哦。你使話得做就冇事。你關自隻呢關係啊，路邊你 take away 係 paper cup 啊，伊 taste 炒個正香嘅，你隻關子你啉關子你知咧。阿龍，你講乜嘢？阿龍 ，Americano， 我做 dry Americano 嚟者啦，我係拗咯，日對面就拗落嚟咯。但是講我是現在話是 OK，但是講要 order 等啊 ，order 就謝話咧，嗬，你對看型嘅啫。order 真係謝話咧，嗬，你其個第四拗是個做 Americano，特別因為 barista usually 唔是一個人。if 你一個人做是 OK 啦，但是要兩個人、三個人白白做嘅話咧，嗬，一個是準備，假如係也熬了，假如成冰水了，係啲冰單滷嘅 espresso 出來了，一直冰機器了對收嚟咗，所以兩個人白白上做成隻物件咗。拄着肯定情形啦，你特別食白淡薄，你看啲特別單看大面，對，看大面本嘅，我咧嗬有拄過咧，有就係當時電視領嘛同佢講嘅，所以人 order 我成系列也熬了。係成訂咗水咧，就訂住你把燈，一咗水出到嚟啦。特別 espresso 會出嚟個嘛，所以你咗水咧嗬，我是變掉嘅咋。變掉咧嗬。個鬼嘅。我夾住咧，我變掉咗，夾住咧我變掉啦，負責先至熬。Why？ because 你變掉嘅水，主要就是俾可以咧熬 keep 咗嘅。嚇。誒，你聽到你阿伯嘅嗰邊點？因為依樣咪是係因為係做灌水到啲熬可以燒嘅。有啊，我叫我爸是有做成嘅，可以拗笑嘅，拗笑了到下了個嚟係依個邊子去。成日你無白講嘅種嘅 take away 話呢個 take away 我本做上面有嘅 take away 我本是係做水了變掉嘅水。所以伊嘅做啊都你係做水了，係水浸掉啦，佢熬都變咗嚇，佢表啦，佢熬都變咗，你主要加變下你識正係。是講你做啊嚟講，伊未燒咗嘅菇咯，你就是講灰嘅嗰邊伊做嘅大漢嘅菇淡薄，所以味素係走啦。OK， 明白。人講哇，人解釋我變咗隻咬魚咯，當劍。我唔知有 long black 係咪物件嚟本啊？我直頭，你成日怎麼別使講嘅咧？我成日是唔捌聽過有 long black， 我唔知是 long black 係咪物件嚟。特別頭先我冇念過 B， 國家啊，搞咗冇軍事念嘅，因為冇念名都冇嘢咯。哦，淨係古咧冇喺入面嘢咯。OK。阿龍你使對嚟，阿龍而家咧都係使對嚟學一站都對去，
你對起，因為這邊較好較 fancy，我在迄邊較有可能伊人無啱啉，特別你對來你學咧，你對起你 try 行啉開來，有可能伊樣會熟。我知，問題是我當然無肯定知掉，because 又唔是我嘅。我同你講，你講你物件，我當然無聽嘅。我講無聽，但是我同佢做咩物件啫？我當時咧，我對來邏輯就夠啊嘛，哦。咩冇關係 ，it doesn't make any difference。Because 伊唔是頭家，伊冇 make decision。Korean businessman。樣只茶，樣只啲 make any difference，樣是茶嘅，樣冇聽你講嘅物件。你家己學，意思講嚇，意思講你把隻對來是你去學邏輯。啊，你去學邏輯先。你把刀家己開店嘅時，你有無成 idea 了？唔知嘛，咁無人數格咧。家己開是 OK，你冇問題。是講當劍步啊，肯定輸油啦。對，得啊，我平時我學嘅 idea 樣是冇聽啊，就 OK。你咩叫學 idea？你家己知性，你笑起來偷偷的，你偷偷做學樣念樣唔知樣念咩？誒，你跪咧下面，你記咧下面。要死條命啊！你嚟講啊，冇，你家己做少少念嘅事。有時我做呢啲廚家己，但係冇 order 物件，我特自家己學邊嘢咯。你所以 surprise 定節。surprise 你頂節你講古咧唔係個做下面，我頭前你隔籬冇講做個別咯，因為真係真正古咧古咧。你講我聽面數南西講咩？講南西講你古咧唔辣嘅咩？古咧唔辣嘅咯，我真係真正古咧事件是用古咧唔辣嘅做夜市啦。啊，你解講古咧唔辣嘅辣啲嚟啊？古咧唔辣嘅叫嚟做 syrup 咯，做 syrup 咯，你有幫辣啲咧，我連到一邊，即係邊個。1 pound of 古咧唔辣嘅那可能。something 啊，本誒。其實啦 ，juice 有咯 ，juice coffee 有味。juice 有真正古了誒啊！來講係南西講我聽下，即係你即係 expected 什麼來西亞人要去 order 個別時，你係講我係咖啡 latte 杯古咧唔辣嘅。我已經是啲 menu 裏邊咧。哦，已經係古咧唔辣嘅。哦，啲 menu 裏邊咧。OK。嚇，因為阿拉比加嗬，因為阿拉比加啲日本伊是日本公司嚟嘛。一般是有，一啲往正價本是有個諗辣嘅。咁阿老當要去泡啊？去泡愛看。你叫 camera 去好看嘅，誒特別別，你到底？我俾人做好多看咗。你等我佢接住看。我琴日有隻你 Google 嘅先嚇，然後你開你個 join 用你 phone join 下。啊，唔是我俾看喎，我看你 video。幾日到低過嚟。OK。OK，你 prepare。我講。係你俾講南西我俾聽，你講。啊 ，OK， 因為巴魯真係外國接來嘅，喺你 chain 哦，迄種 coffee chain 啊，樣個了本真係嗬，樣啲 syrup 邊個做真係不相嘅咁樣。OK。上街你coffee economy 本是香港嘅嘛，係 coffee economy。香港嘅公司來，樣來個嗬，樣嘅糖嗬有 Java 嘅糖啦，แล้วก็有即個特別樣個了是糖，樣個了是做正嘅嗬，糖正嘅，樣唔是講成個係嘅。唔是正來，伊真正是伊嘅糖來嘅。哦，所以你係成個開頭醬啦，可能。無伊做好法路啊。啊，你就咪是做正嘅，伊是已經有糖啊。我講做正就是講要變做 syrup 去，伊唔是用嗰啲。咳頭薑咧，攞頭薑嘅糖刷就是哦。我無需要安怎泡，特別伊來時吼，有影是糖啲內邊咧。It depends 哦。It depends because 有咪是古拉姆拉哥，伊看看樣嘛，所以伊是做咯 syrup， 特別伊 syrup 嘛，伊是用 pure 嘅做咯，伊唔是用乾 syrup 嚟泡，伊唔是用乾 syrup 泡 flavoring 對，我聽。等我 mute。係啊，你冇嘢先實在你。冇我 mute alone 啫。但係冇帶到 clubhouse 啊。你到 clubhouse 我 mute clubhouse。伊 basically 就成個阿摩嘅，你咱特別用嘅 brown sugar，甲咱用嘅即個白糖啊，actually brown sugar 是唔是正 brown sugar 啦？伊是用淡薄嘅係伊色嘅，正來只好只糖，你用咧較淡嘅啥 demerara sugar。哦，當今呢啲，OK，當今呢啲做啊，但係伊用阿摩嘅 style，你用 demerara sugar，或者係用 palm sugar，你係用椰嘅糖或 whatever， 所以無相關嘅糖啊，伊嘅 taste 無相嘅啊，咧伊出來伊做咧個比較香嘅啊。
個班丹香嘅，咱啉過哦，班丹香嘅湯啊，班丹香嗰個真正好啉嘅迄種啊，用班丹香，你 coffee 有班丹香真正香。迄個 Dream Come True 啲，迄個 Star Hill 已經，嗱，阿龍，sorry，我 mute 你咪 so 你我開麥，你開麥咧 ，OK， 我係看到啦，我可以聽到啦。阿龍，你講你 process 嘅，呀，是未聽到啊，所以伊 mute 掉先。我係聽到伊聲淡薄，特別我看伊 Clubhouse 都無 mute 啊嘛，伊 Clubhouse 都無 mute 啊。有講話特別嗰種聲咧。Maybe 你開迄個noise cancellation 時候阿龍特啲 Clubhouse 你 phone 誒。特別讓當看到嘅是特啲 YouTube， 但是讓要看 YouTube， 讓實個 YouTube 會看，伊當要泡用古蘭木拉個泡嘅，冇聲咩？嚇，有聲。OK， 來你講你泡嘅 process 嚟，當你做咩？古蘭木拉加我做 syrup 咧，古蘭木拉加 actually by rice 應該係班丹香嘅，特別我冇班丹香，所以我今日用古蘭木。你係炒？哦，所以你好啦，古蘭，我古蘭木拉加我有三。你按照所以你係煮淡薄了去煮完油。啲係煮淡薄咯，所以即一張啦，即一張是160gram 啦，160 gram，所以我用160 gram 係200 milliliter 嘅水去煮佢咯，煮個係變樣嘢咯，變結藤精，結，所以變藤精咯，所以我由頭叫去試看，伊是一食甜嘅，啊 OK， 一食。古蘭木拉加我會諗下，古蘭木拉加是唔是 palm sugar 嚟？對，palm sugar 嚟嘛？所以意思用palm 嘅 set， palm 嘅 nectar，palm 嘅花nectar 嚟做嘅糖，是唔是？對，伊 from 伊嘅花嘅果被浸一半咧，伊慢慢滴。哦，你當今你要做後面，我一當一拆掉，這是可以拉一拎嚇。要拉令，當準備拉令，準備有攞嘅，準備攞令拉落嚟。我就會成點叫成泡個泡一歐嘅 espresso。哦，我都做 espresso machine 啊。有啊。哦，แล้ว你 espresso machine 是內 shot 嘅啊？冇安尼好啉啦，因為我用Nespresso 就 Nespresso machine 嚟。OK。食咖啡店咪就好啉嘅啦。特別我做咧，就是我用 capsule 嘛，我經佢哋 capsule 是經佢哋度數較懸嘅咯，譬如講13度、14度，較可嘅啦。哦 ，OK。我就咱若是聽到嘅人嚇，咱要去 YouTube 嚟看咧 ，YouTube 嗰邊即係差唔多50幾分鐘、51分鐘入邊，咱使去看。我頭先講我啉迄個 Piccolo latte 咧，伊是 latte 本來是講咧，伊是4歐淡薄嘅，伊是4歐嘅 latte。哦 ，Piccolo，伊是一個 shot 嘅伊嘅 coffee。哦 ，one shot 了 one shot 了伊嘅 coffee。加伊個coffee加迄個古靈是上嘅 portion 嘅。哦，50上 portion 50，所以伊正4歐呢，伊可能是伊可能是我人嘅手仔長可能係一個歐是安尼款長爾。有時講 latte 咧是一個 shot 嘅 coffee 了兩杯嘅古靈嘛。哦。了 Piccolo 咧就一 shot 嘅 coffee， 本是上啦，細講是怎麼阿龍講一出來40加4歐，一出來40 ml 嚟講，你古靈咩係40 ml 啦？對，是上嘅攞嚟，所以伊個4歐咧，伊個夠咯。你啉落去，阿龍一歐，但是一歐夠了。阿龍當今你冇得開。你這是物件是加配還是伊是加？這唔是 steam 咯，這都唔是用 steam 啦，這你用一啲加後，這是蝦米嚟？阿龍？叫阿龍講隻頭尾係咪嘅攞頭講？哎呦 ，sugar 你ปั๊ม你古蘭木拉哥啦，到嚇。古蘭木拉。我見 class 都係講啊嘛，而家。你講咧嘛，古蘭木拉哥。我冇聽到。啊，特別你當然加掉是安怎？伊是裡面一個寫一 propeller 的加下哦。特別即個加到 office 到你個邊點做是冇上咯，個邊是用 steamer 嘅嘛。冇夠 steam 咯，一出來是垃圾。特別有 heat element 本啦，有 heating element 嚟做一作本。出來是垃圾多嘅，所以你壓。誒，加更加拖嘅，特別你可一出來一配真係夠，真係好啉。
哦，一直OK，所以你有上无上嘅 speed 嗬，我看到有無上冚嗰啲。有，就是你出來啊！你嗰邊，這是 one shot 還是 two shot？two shot，我冇呢冇半啦，意思即係40 ml 咯。40 ml OK，特別40 ml 嘅 gear 就是 two shot 嘅 volume 嚟啦 ，because 特別冇咖啡裏邊嘅 any gear any 舊 any call 咯。OK，依邊所加清淡薄嘅咯。แล้ว你頂面你配就是 grandma 啦。一定面是 grandma 喺度。OK，แล้ว當劍如果安怎再講你嘅古靈交配啊？依個係聽嘅。特別了你嘅古靈加是伊裡面有加咗哦，伊是冇。有嘅，係啦，我古靈是零嘅咋，所以但一加80度嘅。OK，伊加咗好啊！I see，I think 我是冇學過，你講你未記，特別我是冇啉過啤酒，應該是有啦泡湯。我啷只係咪哦？美國人嘅暑假只趣味都就係 process 嘅了啦，是講曉內人就只見，佢未見咯曉內人。即個 device 是叫蝦米物件？係叫 milk frother 嚟。milk frother 嚟掉。你快啲自己做啊咯，你咪是寫類咯。對咯，我冇我比較久咯，我近來大家自己做做咗咯。然後這個咪令把你把這個，哇！會摸出來啊，會摸出來。一撲出來。我係在看咩？你使嘢去拎咗嗰陣時，嘢攰你去拎呢嚇？使本嘅。特別即係 milk froster，伊搞嗰隻時間伊家己停嘅，伊無拍架頭攞出來啦，伊搞隻時間家己automatic停嘅。有時你 max 嘅線，但我都超過。嗱，看你配出來啊！伊家己停嘅。伊是未出來，伊都好嘅，伊係個地位你 A 出邊嘅，但是你係個 max 嘅話啦。特別當劍，你是 push the limit 啦，你是起個字啊。你係啊，係啊，係啊。你嗰度倒落去隻歌咧會升。冇需要啦。你個係 control。我是只調咋。你個是做咩事？個。可以，你 bubble 咁樣破。起來頂面。你話個 reduce bubble，你加個 boss 一個 reduce 做咩 ？because 未變咯。你路破嘅話，做加冇啲咯。你出嚟嗰邊冇夠順咯。你嚟看我，冇 camera 有，你倒是。because 我做得冇水嘢，所以 actually 冇 point 嘢，我哋講我都話。冇，我是要看你倒呢，我是要看你做咩物件。你嚇，對。嗰是 Ken 在教嘅啊，仲都未記啊。阿玲在搞咩？阿玲在搞做嗰邊嘅。泡伊曉拖壞，伊家己拖壞，伊有落地壓力。有拖過嘅，我拖過嘅。哇，好似啦，差不多以後好像看到。你話咩？我要風水嘅。伊風水就水啊，結嘅嗰種。你 frother 好。你成日咧入面個有個，你 frother 入面就是個有。你話即係伊出嚟，伊 frother 佢多舊嘅。了你係邊？都個邊邊。冇係邊，特別。biscotti 有甚？啊 biscotti 啊。你 frother 入面成個是有個古靈個。冇啦。冇啊，你倒緊出嚟啊。一嚿雲，伊拖係是。OK。一嚿。因為出來一配嘅咧，一配先就好食。你啉嘛？等你啉，你今日只係配呢咩？還是你加？我加一陣薄喺裏面。嚟講下。就好掂啦嘛。我特之後面就是上 standard 嚟咗。我 already 曉啦嘛，我40 gram。我同你講，我做300股，即係物件嘅錢講會60 gram。我嚟前講，我係特步 copy 好，咪係40，跟住30個，我前好時。我按照我看到咧 YouTube 嘅位嗬 ，live 嘅人啊，個冇人 comment 嘅喎，人嗰陣時有人 comment 咯嚇，成個是冇看到人 comment，特別是人 live chat 啊，有人講好架勢，太平嘅。Pandan hot latte sedap. pandan latte. pandan 啊，你個零杯使用 oat 嘅
oat and milk 我甲你講啊，你哋是用 almond milk，古咧我有食你 oat 嘅古比 oat 嘅古靈嗰陣，喺你 oat 嘅古靈泡然後嚟。嚇我近嚟啉 oat 古靈，我個別碰紅。我愛梅啊，韓文咩咩？啉咖啡嘅 soy milk 啊 ，almond milk 啊，加我人當人嘅現錢，好香。加豆漿是香嘅哦。冇香嘅面，冇香冇香。平煎是 apricot seed 仔啊，你諗講？明知冇係件是 almond。特別將係 almond 嘅 taste 冇。呀，當然是 amaretto 啦，唔是咩？現剪現剪是 apricot kernel，and then 你使隻字烤嘅你隻白絲人嘅，啲嘢內裝嘅and then almond 咧美國嘅咧上個，咱人國好食嘅款嘅咧，佢哋是regular 即係是。咁你講，咁咧 amaretto 咧 ？amaretto 咪是係你咪啦。amaretto 就是 apricot kernel 啊。就是講 apricot，一隻隻咧 apricot 嘅 fruit 嘅 BG 裏面嘅，一枝裏面係白白。有內裝嘅一個是烤嘅，有在店裏邊佢哋一個烤嘅，一個是冇啦烤嘅。冇啦 ，amaretto is Italian for almond。嚇，對。amaretto is also a liqueur. It's made of almond。未使講嘅對。未使講嘅，你去看 Wikipedia， amaretto 是 apricot kernels bitter almonds， 面是講係咱食爽嘅 almond， 有尋。almond 本來行，你人是叫 sweet almond and bitter almond， 人嘅形狀是 bitter almond。有半粒種嘅 almond，peach 冇啦，咱食絲人嘅，係咪食絲人？哦，內裝嘅 apricot kernel， 內裝嘅。你 bitter almond 就別只上嘅，你別有仔有內裝嘅。一種香港嘅 almond， 香港嘅 almond 是甲草地喎。真係攞問亂，插面翻起來啊！插面翻起來。我大講嘅話題就是想接住你帶來，來插面翻都未講明嘅。冇，我講下對，咱嘅形狀唔是伊個 almond 嚟。我形狀唔是迄個冇聲。因為伊是本來種嘅，更加咱主要就係男性背心啊。哦，係你冇聲。叫做男性背心。南北性南北行，男背心，因為咱大多是用內裝嘛，所以而且伊是男性背心，所以咱大多用內裝，咱咪頭叫到男背心。南北性。哦，真嘅，你是講 even within 咱講形狀不有內裝啊？一個南一個北。然後伊difference 係咩？哦 ，OK， 一個是烤一個電，烤袂使食濟，烤袂使食濟。哦，所以咱平常時去個別店 order 嘅形狀，伊是內行南北參起來。啊是無，係如果係款嘅咧，食講食會好嘅咧，迄個是 apricot kernel 嚟對，特別咧。伊是較濟甜嘅過，較濟。哦 ，ratio 特別伊是參嘅啦，伊是即係伊是參內行嘅啦。有參，OK。做咩屬伊嘅 packaging 個 almond milk powder 嘅？唔知。伊唔講 English word powder。major ingredients 是 sweet almonds， 伊個迄個 bitter almonds 是下二數呢。Because 你 bitter almonds 食上濟 right， 有毒嘅，我別記唔知是西奶。有西奶嘅嘛。特別西奶咩名？99% 是 sweet almonds， 即係伊係淡薄呢，是 for eat。特別你講 sweet almond 本是 apricot kernel 嚟。伊唔是人嘅 tree nut 嘅 almond 條，唔是，到你無是一個底，所以你安怎會吹到？安怎會分別sweet almond 嘅 apricot kernel 加 bitter 嘅係你是有隻人甲你講嘅，伊無相爭，伊是有隻人，哦無相爭嘅長，所以長無相嘅。伊長是無相，所以上個就是上個迄個茶米粉頭媽講嘅，有迄個 ，because 我甲迄個大迄個香菇，我人兩隻自家食現錢的嘛，所以我人就是去學過，所以人食的啊，有咧就是人講啊，比較正芳的啊，就是講伊 concentration 較濟。
特別袂使上濟 ，because 你食上濟啊，伊會累着毒咯。所以你是講你較胖嘅是伊烤嘅咧是較胖嘅。伊係較濟啊。所以迄個較胖嘅，伊是較坎坷。迄個胖就是想講，亂講胖就是講你食嘅咧炒形狀味啦，冇數個人，迄個味哦，白煞味嚇對。啊，你白煞味，所以咱人嘅時候，你像你食巧克力嘛是咯，好嘅巧克力甲好嘅形狀無相嘛，所以你好嘅形狀啊，伊係較濟迄個味素嘅，所以伊較貴淡薄，特別你袂使食傷濟，你食傷濟你就講。OK，誒特別啷講到咧。阿咪東北啊，不是東南，唔是北南北哈，南北星荷爾蒙南北星kernel 啦，伊個即 apricot kernel， 聽見啦，人講，伊是一般的是啷在，搭一個是水煮烤，搭一個是甜哦。南的是烤的，還是東還是北是烤的？啷知啊？唔知，我唔知。啷特別啷未去食嗰啲鄧蘭店 ，maybe 一定鄧蘭店㗎。啷 research 過，啊喺 Google， 啊喺 Google 過，伊是東北，唔是東北不啦，伊是東無南北星嘅kernel。你寫一個是南星嘅北星，即一個是烤嘅，到一個是烤，哈 ，which one is bitter？ 所以阿毛話咧，那就叫 bitter amaretto 還是 bitter almond？ 能叫，太 confusing 嘅，阿門個唔是阿門嘅數嘛？阿毛人無叫，係你 consider 阿門嘅，因叫 apricot kernel。OK， OK，是 OK， 哦，so， 我朋友話個了解呢，我澳洲嘅這樣嘅字 ，so。南北星，所以我陣時煮你甜品嘅時候，係你較圓嘅嘛，伊唔是咧長嘅咪對，伊形狀。食了會好嘅，像喺度燒啊，食啊會。包會。OK， OK， แล้ว當今oatmeal 咧。oatmeal 嗬，我甲人講，啷來是啷愛食 oatmeal 啦，啷來是因為啷袂食 dairy，也啷愛 substitute oatmeal 都 OK。但係啷咪想講嗬 ，oatmeal 是真正健康嘅物件嚟做。Because oatmeal 嗬 ，basically 嗬，伊嘅 component 是 more starch，so actually 伊嘅 sugar content 是真高。所以啷咪想講愛食健康咧，啷咪啉牛奶，啷換啲 oatmeal。nut 個冇上 almond milk 冇上。Unless 你做家己。cup 食慣。Unless 你做家己嘅 oatmeal，because 係你 anything store bought 嘅係你 plant based milk，係咧，伊啷係 palm oil，伊啷係。你會看 content 啊？你看 content。伊啷有加 filler 嘅，because 因為係你減嘅，伊做係啲結結呢。伊係結結啦。即係 plant based 嘅 milk 咧，只你大廚做啊，伊是真正甜啊，真清。So like 如果愛做只 barista 嘅 foam 啊，都愛做只 coffee 嘅 drink 啊，伊袂拍，所以伊當着加物件，伊加啲 vegetable oil， 伊加 palm oil， 伊加 chicken 嚟啫。我看到 John Lo 對啲 YouTube 嚟講 ，almond milk powder tastes like cockroach。夾作味嘅嘛，夾作味嘅。咧教三字講咧，North 是 bitter 嘅，South 是 sweet 嘅。我就係 North 北方嘅人，零嘅 bitter。John 你講嘅你 plant based milk 是安怎？冇而家 which plant based milk？係咯 ，which milk nice 啊？但係你嘅好意思冇？但係裝嘅 plant based 講咩？特別好，我嘅記好，到底食物件是我，因為我食會出 almond 嘅味，所以唔係特別對我嚟講，我感覺到 oatmeal replacement 是較好食過 almond milk。特別我嘅記到去做呢，我是個食 hemp milk， 我嘅記做 hemp 嘅 milk， 特別我啱講成日食炒呢。係 ham 咯，就 ham 係咪？在 cannabis family 咯。嚇對 ，ham 嘅 seed 啊，伊炒嘅 seed 嗬，一路嘅嚟加水呢咯。我真係試過食，特別我較少係淡薄cocoa powder，所以成個 chocolate milk 很難。伊炒青嘛對。啊，炒青對。
因為我食過一道我未好食啊。特別我參我啱咪是講，我一參伊個泡做隻食咧，伊是個有迄個 creamy texture，但是講你 food processor 唔是，你叫咩啊 ？blender 就好嚟講啊。我用嘅係咩啊？嗰啲隻貴嘅你叫咩 ？Vitamix。就係 Vitamix，係 Vitamix 呢？特別你對係生加喎，但是冇嚟講嚇，伊變做 dry 去令，誒伊加安尼一安尼久啊，變做伊所以伊出 cannabis 油。唔知我食嗨啊，我未食到嗨啊。OK，so แล้วลองปะลัง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ฮามี plant based กูเล้งสิเข้าใจว่าpersonal opinion 咧 almond milk 是最好嘅啦 if 你家己做啦你唔是外口買啦你使用 Vitamix 做and that 嗰是 Blendtex 啦我就拍廣告啊then 咧if 你愛有現錢嘅味嘅咧你就愛加 raw 嘅 almond basically 咧樣是正有糖嘅你洗是有糖嘅 basically 伊無spray 過燒水嘅 when 伊 spray 過燒水嘅咧伊 almond 嘅味咧是較濁嘅OK 這隻係 store 外口買嘅咧伊是 spray 過燒水 because 係 USDA 樣 control 嘛驚係 bacteria 嘅bugs 嘛所以伊 spray 過啊所以樣 even though they name it raw but it's not raw 伊 raw 是 because 伊冇 roast 過呢冇 roast 過特別伊用燒水 spray 過了特別咧我買嘅咧我喺一間店買嘅咧伊只 raw 塗了嘅你洗是塗了嘅你伊加起來嘅伊有淡薄現錢味你味啲嘅你是講伊 almond 有現錢嘅味有迄個上高咧超級絕味啦是伊 almond 別鬼叫做現錢味伊是 almond 咱講嘅 almond 就是講伊意思是 unwashed kernel 伊還未煮伊味素較重OK 來到對去個邊到對我就哇我就只把啲咱講拎嘅時候咱講咪咪拎嚟做主持咪咪拎講拎嘅事我講到啲個邊แล้ว OK 所以點啊我都愛問嘅按照無人講個邊嘅炒法甲伊無相嘅煮炒安怎 process 啊愛講啊來應該topic走去啊嘛 OK 到對嚟咱講按照炒個邊炒等陣我從 OK 咱我春節就唔整咧我是想俾問看咱 before 咱講這炒蝦米時候個別子嘅時候我俾問人看嗰個蝦米款你去 order 個別店嘅個蝦米款嘅個別但係咱講到 latte 啊 americano long black แล้วก็ espresso 係咩啊 espresso 係做咩 espresso 嗰邊樣咯冇古靈出來咯冇古靈冇沉醉咯 OK 40 milliliter concentrate 有macchiato 係咩 macchiato 就是 espresso with a dash of steamed milk 呀所以伊個冇呢時啊OK 是細拗嘅一般是像比較羅你細拗嘅一般是細拗嘅一喙啉了嘅一喙了本呢佢呢是 Irish coffee 酒嘅確㗎 Irish coffee 你睇我覺得 Irish coffee 咩多平時嗰邊點 Irish coffee 是係 whisky 咯 Jameson whisky แล้ว還是啊冇有嘢是 Russian coffee 就是係Russia 迄個酒叫咩名我哋未記啊你 vodka vodka 我嗰次行格羅啊女仔係格羅係嗰邊格羅就是 coffee base liquor 啦tapi 我被講就是咱去嗰邊店咱去成個一 cafe 啦 order 但係咱講了袂嘢咩你不可以去嗰邊店 order Irish coffee 嘛摩卡咯摩卡是係 chocolate 嚇chocolate 參過啲 frappuccino 特別等陣攏小塊啊摩卡是干那 chocolate 呢啊chocolate Milo 啦 Milo plus kopi Mocha 是50% hot chocolate 50% coffee so mocha already 是 given coffee latte coffee mocha latte 是迄個古靈嘛 mocha 就是 hot chocolate so when 你講 mocha 係時你去 order 一個 mocha 是 kopi 店係樣是有摻 kopi 嘅
摩卡就是一半一半嗎？摩卡意思就是一半果啤一半 chocolate。一半 chocolate，coffee 粉 chocolate。But kalau isi kalau mikir si coffee latte、coffee mocha，tapi kalau lang shorten 嘛，你記你kopi tiam kalau masih shorten。所以這是mocha 是 actually 是 chocolate 意思，但係你就成個台灣人講latte 就是咖啡 latte， 就即是 mocha 就是咖啡 mocha 啦。哦，明白。但係嗰陣時候，你去 restaurant， 你 usually 你 order， 你咪是講coffee mocha 咯，特別那是你去一個 Starbucks， 點樣，你唔講 coffee mocha， 你 just 講 mocha 就係啊。OK。Because 你去 restaurant， 你叫 mocha 係一枚你嘅咗，你是愛 hot chocolate， 還是你愛 coffee mocha？OK。你去打寫一枚你嘅 ，because 一是 restaurant 嚟一杯咁正嘅。Just to make sure 講你 order 對嘅。就咩？關咁啲。你有冇聽過 Baby Gino？ 都聽過，特別唔知咩。Baby Gino 是冇 coffee 嘅，冇 coffee 嘅。It is steam milk， it is steam milk。哦，那等我講。阿 John 阿 John 啊，udah cuci drink 就是baby。哦，你就是 Baby Gino 啦，曉我你咩 ？Froster 了嘅 milk Foster 咯，你咩？自己 Foster 咧，唔係 Baby Gino。แล้วkopi tiam tu lebih matcha ko ni。matcha ke matcha latte。matcha latte，yes。哦，matcha latte 係咩事想啦？Is it milk time？Is it froth and milk time matcha？ because matcha latte 大部分咧 matcha latte 伊是冇 kopi 啲裏邊嘅咋。Usually 是對，是 matcha 嚟嘅。But 有 certain 嘅店就旺嘅店咧，旺嘅matcha latte 是有 kopi 啲嚟。哦，安怎啊？安怎？所以你是 cafe matcha latte。嚇，因加料 cafe 就對誒，特別你按照你 proportion 上面你講啊。by default 咧 matcha latte 咧是冇 kopi 嘅，咁啊 matcha green tea 加 latte 嘅。特別你講路人嘅，你是講路人嘅店有係 kopi 嘅。叫旺咧，有時候旺冇叫佢做 matcha latte， 旺是 signature drink 嚟，旺叫佢做 put， 冇旺 Korea 名嚟 put， 旺就啲嘅。係咯，係咩意思 ？put 係咩意思 ？Greenery。哦 ，OK。put 即係 Korea 字嚟，所以因為我 put 係咩嘅？我講是旺嘅 matcha latte with espresso。我介紹時我就咪講是 matcha latte with espresso。我話曬好日本啊，我話曬。Actually 好你咪就我學你講就成，我當然係試。叫做鵝車咯，你叫福建話，等佢 order 就叫鵝車。呢隻鵝車，我無腦都講成。我隻鵝車 latte。我看伊車真水，特別我唔敢 order， 我驚臭車，我唔捌食過。哦，你冇試過臭車味嚇？because 我冇試過啉matcha係嘛，特別我看到伊 matcha 嘅 latte color 真水，特別我唔敢 order。Because 我冇咖喱matcha。哦，我看張老隻小狗鼻嘅，可能係度，平時冇講，我唔知聽到明白人講嘅咩啦。但係伊寫冇 drip coffee。V60 啊 ？V60 係咩數？係咩啊？係咩啊 ？engine 啊？哦 ，Harrier 我用嘅，is it pour coffee？Drip coffee 啊，伊是一個 method of 做 coffee。V60 跟 Chemex 差不多像嘅啦。V60 係咩物件？V60 是日本啊嘅 brand Harrier 出嘅，伊 patented 伊嘅係嚟 drip 嘅 apparatus 咯。哦。伊是一個款咧 Chemex 不是一個 brand 嚟 ，Chemex 是伊看咧成個 science experiment 嘅咧。我有一粒 Chemex 本。แล้วลูก有相關嘅泡法，佢一個是摩卡 pot 咯，咧阿部你使做細分咯，阿部你使做泡細分我看過嚇。嗰是 French press 咯。French press 我有 French press 咯。Mocha pot 是 original 嘅 Italian 嘅 espresso 嘅 machine 嚟，下古是冇 espresso machine 嘅是，那是 Mocha pot was the original。伊是 stove top 嘅。哦。pressure。像你 percolator 嚇，成個OK，一步步滾咧是一隻停嘅是伊細伊水起嘅兩個熟落嚟，就對你看。等我看，嗰隻 Spanish latte 西班牙。
，Spanish 係咪嚟？嗰個 dirty latte 咯 ，espresso plus sugar，dirty latte 就是搞到頭卡咧開起來咯。啊，開起來好咯，於是。安怎是叫做 dirty latte 啦？唔知。dirty latte 拎嘅夠好啉。dirty latte 係咩？dirty latte 啊？啊，屬於拎嘅。伊是一眼嘅款，冇錯是啲頂面嘅。係咪阿蕉？dirty latte 是浪cầu吹個鼻。dirty latte is espresso de eka and then 拎嘅古拎到啲老頂 ，but then 依個古拎是 separated from 依 espresso 嘅。所以你看到攞眼呢？哦。對，但依啉嘅時候是。用 straw 啉嘅，所以你是伊是倒落後嘅嘛，所以你成啉嚟講嚇，你會成啉到伊古靈 ，and then when 你跳嚟後嘅時，伊 espresso 會 flow towards 你出嚟，就是伊會 flow through 啊你古靈，然後 after that 你啉到真攞種嘅味素。做誒coffee加 cold 嘅你係你 milk 攞你 separate 嘅，對。老สุกาลิมเลย成個 cold brew 啊，還是你 nitrogen cold brew 我 prefer 有零啊。espresso 本真好啉嘅。對。有人嘅做物件咯。nitro 是 quite strong 嘅，我冇咩會啉 nitro。我咁樣人講 cold brew 我自己做過 cold brew。actually 我是嗰隻我是嗰隻咖啡，是講我啉咖啡我會心跳得快。所以我啉乜就係不過講話隻快啊！平常時就講話隻快啊！就我啉個 B 時我話個 hit 講嘅呢，然後弟弟成日環到做唔嘅，咁做這個，我啉咩愛困嘅嚇？我未搞我多冰嘅，你搞我多冰。我啉 espresso double espresso 我未困嘅。啊 ，OK， 等陣，咱講句啊，等陣 Spanish latte 上面 espresso 沉糖。但係落即係啊，是我冇記錯 Spanish latte，但係成日等人嘅咖啡冰伊係古靈參係condensed milk 嚟。condensed milk 咯，係哦。McDonald 冇俾啊 ，McDonald 巴魯冇俾哦。Spanish latte 啊 ，McDonald 就係伊寫 condensed 啦，特別 coffee 邊度俾？寫 Malaysian 啊，跟 Malaysian 冇到 Malaysian 嘅。人講嚟講去嘅咧，就講 cafe 嘅嘛，但係人咖啡店嘅。讓就是你叫海南咖啡，海南咖啡，係你是 Robusta 咖啡，本有攤叫真係一行種，就攤啦。牛油啦，雞卵啦，三色。你是講呢個咖啡粉嚇？有三色。冇，伊唔是咖啡粉，伊係 way of drink 咖啡啊。哦，按照你講啊，伊是 Robusta 咖啡嚟 ，Robusta 咖啡嚟。咪先你講下。咪是人大多叫佢 normal 嘛，咖啡冰。嚇。咖啡鵝冰，對，然後個係咪啊？咖啡絲，愛搞之後，你個人講啊，就等你聽下，我都就好笑。我咖啡絲買了啊，咪嘅搞，然後個有參冰，參冰絲買了，參絲冰係咪啊？就一等咧，個咖啡店本嚟攤叫真係等啊個。嚟當講出來。咖啡係 butter 哟，一杯地鋪了個，一煲哦，真係油啊咧，我未兩隻物件啦，我有想，但我because 我未曉啦，我未兩隻物件。但是講我俾啲個人俾白咖啡啦，成日一般嘅白咖啡啊，我是未俾係咪咖啡嚟做啊？讓有人知嘅嘛 ？Robusta 啦。It depends actually. 因為啊，有嘢當佢咪等，咱人 even 啊，係諗咖啡哦，有嘢人茶。是參 Robusta 參加內行款嘅 Arabica 就所以個行。冇。然後客戶只係 original 係用咖啡啊，一直係差個 butter 個糖嘅呀，都兼是係飲嘅係板帶啊 margarine 呀，所以佢比較冇上得 save cost 嘅呀。白咖啡是冇上嘅，伊 roasting style 是冇上。特別 OK， 等陣，讓講嘅是Robusta กับ Arabica 伊是伊嘅 seed 無相 type， 還是伊茶法無相 ？preparation roasting， 伊個蒸無相，你有三個標，你有三行款嘛？有 Arabica、Robusta 加伊 Arabica 嘛？
係咪頭先係咩啊？你坎坷除了誒，你而家真正坎坷除，真貴嘅，你真正借，因為伊貴啊，因為伊真正用到平啫。哦，就用絲 ，OK，所以有時你看買到你而家差 about 10 to 15% 啊，伊個比較胖，伊比數冇上嘅。哦 ，OK， 所以係講是三種 type species of 個比啊，varietal of 個比，知啦。OK， 因為伊到底真係來較濟是，到底真係真正全世界都有咯。South America mainly 伊是看你長在你做慣嘅咯，所以伊整啊，Arabica normally 阿摩個暑假是 because 伊是世界慣嘅地點，แล้ว特別係你買 Arabica 是 from Indonesia side as in Southeast Asia side 呢，伊地產甲for 我 personally 啦，甲我都係諗過比嘅 taste as compared to if you 來啲 America，還是來啲Colombia or Africa or whatever，因為伊就慣嘅一個比只比較清啊，又乖。OK， 較酸哦，了酸啊是 actually 是做咩事嚟啫 ？actually 伊味啊，伊地沙是迄個有花香啦、桂枝香咁咪啦。了伊嘅酸係咪是 all depends on 啊，你安怎去 roast？因為 if you roast 嘅可以 crack 兩刀，第二刀伊 crack 會出油嘅啊，就是咱嘅果皮子特別油 shining 嘅啊，係你變殼了咯。了變殼咧就是佢係諗果皮嘅做法。了讀見嘅新嘅 the third wave 是少年嘅人做嘅果皮啦。伊人家suka either medium roast or slightly under roast 都冇超青。了佢哋像Korean, Japan yang suka medium roast kopi yang suka yung Arabica because itu tambah sweet boy itu panga itu camkak iye gula dia it brings out the sweetness and the flavor of iye milk so itu pang Australia 那個 call 淡薄樣是 city roast 咯，有半呢 medium roast 來得 high 啊嘛 ，high 就是 city roast 加是 full city 咯，伊有半 full roast。你 Uncle Botak。嗱是講我是 suka 啉迄個果皮是迄個 call 嘅，我就買 dark roast 啦，係你看 dark roast， 你買 dark roast 啦 ，medium to dark roast 啦。City roast 嘅，啊我沙灣馬來西亞人 suka 啉 city roast 嘅。City roast 係咩意思 ？City 是因為我人 roast 即個。你炒即個果皮時哈，伊有分幾哪啲 level 嘅，看你炒個條菇咯，即個冇白講嘅，伊個豆炒個像伊講日本人屬個 medium 嘅嘛，แล้ว伊 medium 落來，你個炒落去，伊就叫 high 了 ，high 就 city 有 full city， 有 full city 佢個 French， 一第二就是 Italian。Actually Italian French city 係咪其實是咱人可以名啫，伊是 just under roast, medium roast, light roast, dark roast， 係關嘅。較好聽嘅，迄個名是。特別你講你 city 㗎，你 city 㗎，你北間你kampung， 你喺你裏面一個半冇像 dark how dark 啦，是唔是？伊無相咯，伊是伊講，特別 city 嗰是地二刀別，不是啊？哦，冇白，想是地二刀別。地二刀頭刀別是 medium 咯，但第二刀別嗰是 city 咯，是 medium 呀咯，第二刀別嗰是 high 嗰 city 嘛。bitterness 冇出來，伊油冇出來個。啲我是關係只係諗個比數，所以我講到個比我頭殼是 imagine 係你真正真正 call 真正 call。誒，我妹冇白。Actually 我冇感覺講咱嚟個比啊 call 咋，但我感覺講 French roast 啊是 call， 冇香嗰隻，是感覺 bitter 呢。特別我感覺特別看人嘅個比時候，我就是俾妹，人今日講嘅特別，I think 冇俾介紹就係講，人嘅海南個比領導差係，因為爸爸做家伊一定嘅朋友，家己買樣嘅個比款嘅，所以家己炒樣去家己嘅 recipe 啦，樣隻足嘅料，因為我就係講要係 butter， 有係加蔗糖嘅咋，到底係邊叫炒？嚇，所以你講係咩得？嚇！誒，你知唔知我講你講，我就是咯，你話人家己上面有啲我巴樣條，一參住開個別店，一看，แล้ว個伊就當數樣3年，就自家隻個別嘅數，所以人家己 formulate 伊做 come up with the formula，แล้ว我咧到處咧就是找 label 咯，我咁包個別款咧，我
我咁樣包一個別款，我是用有人錢，伊個係話，你可以自己做咧，你就係伊是 plastic 籠嘛，所以你個咧卡立落去啊，伊燒一轉，你看你啊爆斜你就，我是個咧立嘅咯，แล้ว我嘛，แล้วเป็น做我哋 machine แล้วเป็น做爆斜，佢哋是我嘅 part time job 嚟，就是爆斜，所以我用卡立啊，你成大咯。伊大咧嚇對，伊隻大咧，伊是鐵咧，呢伊卡立落去，伊對面佢哋看到來，所以我人包個幣哈，我是攞三包做隻下條，做隻燒嘅。對，啦，每要做個食用超嘅時，你記別係 neighbor 啲聯合嘅阿丁伊做 potato chips。一樣。特別好，特別啷個 OK， 所以啷個個幣，就講頂到當今有一班機，啷冇用糖嘅把刀叉咧，當佢用plantain㗎。係margarine，特別個，我就你買班機嘅個幣店，樣買埋墊多墊嘅啊，有嘢人裏邊係切嘅卡咁一大堆。哦，你咪是成個越南嘅 coffee 有咧。唔是係 check 咩叫咩 chicory 唔是 check，sorry chicory 客古英國嘅時是因為 Second World War 冇夠個幣啦 chicory 樣係冇 French 嘅個幣係 chicory 嘅，對，美國 Vietnamese 係 chicory，Vietnamese 嘅 coffee 有 chicory。แล้ว你嚇有個幣店辦個幣款，樣就是愛係你 check 啦，咪卡一大堆，愛食青頭啦。แล้วก็ traditional เลยนะที่ปัจจุบัน是 robusta 個幣咯แล้วตอนที่อีโป้有一個個幣店叫做長江嘅啊伊真正有名 actually 啊有名 it's not because it came up with the recipe 伊是嗰一個公司啊出來我未記嗰隻公司咩名了伊人分段伊人嘅 second generation 分段去開工廠嚟做這物件所以伊去學一個長江嘅 factory 嚟包，要學樣嘅 family recipe 嚟做咗。แล้ว特別伊長江搞時邊，伊家去 deliver 學喺個別店先，伊係伊 brand 長江，咗 so suddenly 長江變咗有名嘅伊波啊，伊人嘅個別款裏邊有係 sesame 嘅，哇，係mua特別香咯，啦沙哈，特別香嘅，แล้ว有嘅當今嘅 cafe 阿冇個別店啦，一係做對咱人嘅海南個別味素，特別係用 espresso machine 嚟 extract 嘅個別水嘛，所以唔使入去茶加 margarine 加糖啊會掉塌。用香香迄個個別汁，個把沙參加喏。伊是要咪伊味呢啦，伊唔是。你去做dark roast。會香嗰味。伊味真正香 actually is healthier because 冇糖冇油。你冇苦嘅，冇到死。我就是講咧，我是講一樣嘅油，特別嗬，個有人食誒海南個幣嗬，伊是伊加無加呢脆嘅咋，伊無呢油嘅，無呢粉嘅嘛，那個幣粉啊。因為伊是用迄個特別老嘅嘛，意思嘛。特別嚟泡嘛，你唔是用迄個 machine 嘛 press 出來嘛。所以無相嘅就成日用冇夾pot咗，還是你去用capsule，還是你去用 coffee machine 啦，嚟泡法。泡法。樣嘛，成日你去做呢個 French press，你都未使做上錯上油。OK，冇意思嚟。我本每就啷在個別貴嘅啦，啷在唔知是唔是我聽過人講，你拿誒 rose 拿菇，咁就講啊，咁啷個 dark rose 啊？但係你係咪 city 先啦嘛？dark rose，啊 ，city 咁蓬，係你拿誒嗰邊拿茶拿菇嘅別個就當嗰邊呢？伊個嗰邊正伊咖啡是較少嘅是有冇嘢？冇得掉，你看正嘅。看伊嘅字嘅正嘅 ，because robusta 嘅 caffeine 第一罐嘅，還是先夠調咩？食咗幾罐嘅。我哋你買電動 robusta。我咪食但是你講條正嘅嗬，清清嘅食啊。滿條。嚇你食廿類名都就。誒，到時我都是聽人講Luna Green 嘅嚇，伊是伊嘅 caffeine 誒content 較高嘅。你茶拿菇嘅變咗較少去。特別冇得掉，特別你食講你想咧，你食講你想，你干那用上一種嘅個幣，你炒較青，你炒較膠、較愛，是唔是迄個較愛、較少咖啡呢？
我哋我未曉上前面唔 try 過。啊，你都特別用家己 try，你特別家己去裡面你都冇聽講我捌聽過人有，我就是捌看過你 show 講過，伊是講你想一個type of 咖啡，你炒較久，伊對你是較濟伊個即個caffeine 嘅 content 起啊。Possible 啦 ，because it makes sense。即係是 make sense 嘅。因為matcha 是較濟過 coffee matcha 啦茶啦，我知啦。matcha 咧是 first layer of 你茶嘛，一炒食 lightly 啊，所以伊個 caffeine 是較廣過 green tea 嘅。對，佢咧是糖知啦，但係個比我唔係說 probably。make sense 啊，用 make sense。即係 make sense，但係是冇達到啦。如果伊係煮久嘅話咧，伊煮無安尼當嘅。煮久係煮久係咩嘅煮久？你看，嗱是講有 crema 嘛 ，crema 煮少就是迄個 gas 煮少嘅意思，就是講伊嘅 caffeine 嘅 level 煮嘅，就是講迄個咖啡是係真正久了嘅。我就是講浸了真久。我你一包咖啡，我原來包咖啡，我一包是我舊年買嘅。然後一包咧是馬路嘅俾你，你看是fresh 被過季咧，一個馬路一個季呢，就一個季跑出來，伊佢媽較結嘅，較濟嘅就。被過季你跑出來，有可能佢媽一円，薄薄一円呢。哦，I see。美國有真係人講嗰陣咖啡，講人未使買咖啡唔薄，係咪物件啦？人特別想顯示即係淡薄一特個月叫你嘅 subscription base 係咪物件？好啦，就是講你唔是安尼搞險嘅人是 OK，你出來俾你是比較緊嘅，有啲開店。我哋比賽蹲回咯。哦，先唔會嘅啦，overseas 先啊，overseas 先冇法，讓 I B 好嘅個幣，這邊邊嘅辦意哦，Indonesia 嘅辦意，讓邊係入嚟做咩事啊？係啲 freezer。OK。對，係 freezer。其實我聽佢本人講係 freezer，人講本是上嘅，本是 degrade， 特別我嗰陣咪叫佢每類就是decaf。對，我就是俾你講前面嘅，我哋攞嚟裏面聽，人接嚟咧講我係這裡咖啡辣啲字啊decaf please，咩念？你念啊，鬼咩念就好，咩念？我家人諗住講嘅，諗嘅啲味素嘛。我愛你個 BB，特別你成個別打係你 cafe。我明白咗，特別我間南西佢啲唱樣啊，佢啲 judge 樣就條咧，我就講有人接 order 呢，我哋其實應該話南西古仔是你哋 cafe。成日就我就學嘅咪咪啊！我俾 express 咁啦，特別 decaf 啊，冇喂先嘅跳出嚟。我啦 logo 就這種嘅念用啊，唔是間有個別念嘅嘛。是啦，你白。特別冇，有人就是สุกัด念嘅個別嘅味嘛，特別一味單單嘅，特別 decaf 怪怪。decaf 個別是怪怪，冇拍嘅 decaf 嘅。Enjoy decaf 嘅 process 係咩 ？decaf di Malaysia อาจจะsampai belakang tapi belakang ni bibo ni pang lo. Lu cakap lu cakap belakang, lu cakap sampai jangan pang, oleh sampai bukan. So lu cakap decaf kopi oleh sampai bukan. 我喺聽播冇白講嘅，講咪 decaf 係咩意思 ？decaf di Malaysia CBTL 嘅地好念了。CBD 係咩？一個別店嚟嚇。CBTL 啦，西北杜蘭。Coffee bean 啊 ，coffee bean and tea leaf。Coffee bean 啊，哦 tea leaf，西北杜蘭啦。我唔是西北杜蘭，係芝柏杜蘭。芝柏杜蘭。OK 啊，我知阿龍嘅 coffee 店咩名？咪睇個 decrease。芝柏杜蘭。所以啦，那開名啦，係可以 register trademark 啊 CBD 啊。佢實俾阿崩到咗邊個阿龍啊，所以安怎攏睇安怎 decaf， 安怎做 decaf， 安怎做後面嘅 decaf。冇病嘅仔。我未曉，我其實嗰時人講甜味，甜味我點解會曉就邊？係你讀過嗎？下啲意思之後講句，但係我就冇時間喺裏面，我冇試。你冇興趣過？依家咧個 coffee hun right？一過一個 process， 所以 extract 依個 caffeine 哦。extract 依個 caffeine。你要影響嘅味素？有啊，我呢旁應該actually 老實講啦，有時嗰時冇黏嚟滯啊，你搞黏咪能嚟滯，冇搞黏咪能。你冇靈魂咧，你冇靈魂咧。你冇靈魂嘅，呢條成日係你過啦，都開掉直接了誒，都係咪你咪直接了嚇？哦，冇錯，冇
你比你這啉呀，你啉一喙呀，你就知講。因為是有陣時上家人迄個你知有人個只啉大曲嘛，然之後 regular 曲，所以變咗伊是甲伊迄個 decaf 嘅比數起有可能。你特別第一個Coke Zero versus the original Coke 咁啊特別你看有嚟飄啦，有嚟飄嘅 decaf 會上加正咯。掉落有隻啉啊，你啉冇靈魂，即係講啊冇靈魂，有啲係冇靈魂，冇靈魂。Mostly 冇靈魂嘅，mostly 你啉啊冇靈魂，但係我感覺我真奇怪啊，做咩是 CBD 啊，個邊咧好啉 the decaf 嘅。Maybe 是嘅，我去 try， 我去 try 都好啉，我去 test 啊。特別我唔知講有當時你 order decaf 好如 cafe， 唔知你。你講個咖啡啊，if 咖啡機啦，咖啡機normally你嗰度是變 fresh 啦，即個咖啡是開，即個咖啡是酸嘅本身啊。你攞out at the same time 你泡出來，攞 out 嘅講有 crema 啦，嗬，迄個酸嘅咖啡嘅 crema 較咩冇嘢。酸嘅咖啡嘅 caffeine 較冇，較咩冇是 crema 較咩冇 ，crema 較咩冇嘅。哦，嚇！因為講伊講得泡路啦，你見攞後個邊啦，你唔知打一後是烤，打一後是滷嘅，打一後是你朋友嘅哟。嚇！你看伊crema就知啦。你頂你淨看了，你知了。伊 crema 一個慢慢燒了。哦。係咪是 crema？係咪是 crema？頂面之end，迄個配油，咖啡泡出來配，伊上面有嘢嘅，有嘢。OK，伊 fresh 有，伊做 fresh 做者，看到。我 California 咧，有一間店啊，名 Peach Coffee 啊。伊人是近日做 pour over 呢咋，特別我唔知伊人啊做啊，pour over 有 filter 嘛，係 paper filter，伊人做做伊 crema 出來啊。我未曉咯。我未 understand 伊做做。伊本性嘅。因為正價開一間 California 嘅chain 啊 ，coffee 啊，啲 TRX 唔是叫Reborn， 唔人應該知 Reborn。唔知 Reborn 聽過喲，Reborn， 伊是 California 啊，你係偏東人啊？白派好啉，是偏東人啊？係講得是偏東我 crema from， 哎嚇 cannot 啦，就我講 how to make crema from pour over cannot。伊有喎，就是博鹹啲講會嘛。就是 that's why coffee 真係出名。就是你咪就講伊安怎做啦，就是伊出名就是嚟看。我未曉伊安怎做，because 伊拉冇是用成個 Hario 嗰啲 Chemex 呢物件，伊無藍底無蝦米嘅咋，即係個別點。伊是 purely pour over。名咩你講咩名 ？Peat coffee PEET apostrophe S PEET apostrophe S Peat OK Yes OK。我正40分啦 ，OK， 咱講個最先，我感覺到成個是嗰隻物件，咱冇講到個嗬。嗰個寫安怎寫冇講過，個筆紙寫個筆紙，你攞寫，安怎寫？但係襟店整特別寫嘅就。哦，冇，我講嘅寫是伊個筆紙，安怎個筆紙安怎寫安怎拍。最寫半最寫，安尼可以講啊，伊 process 啊。single plantation, single species 個冇試過。即係咁樣，即係咁樣個本。OK， 我係冇都人會 agree 哦。Like rose 個比較 acid more higher acidity。我 agree。對，我 agree 即係，我 agree。我 agree。So like rose 卡，that's why 人講 fruity 是 because of acidity 係咪？對。嚇。Partly 啊，but acidity 會做你覺得甜啦。我做到胃疼嚇。我未。我多成行痛痛。哇，計康康呢？哦。係啊。OK， 感謝各位即係禮拜哇，即係老咗哦，個新椒個老椒，佢嚟講個鼻唔隻股唔係起來咧，人聽到個鼻係似背起大頂啊，背啊，就好了，靈魂嚟啊，冇靈魂嘅個鼻，當時唔是 decaf 啊，當時 full cafe 當時。我愛 label 了，伊都是before 個鼻線，兩暑假阿你 cafe 嘅人有。只 espresso 泡係咪咗？係谷。哦。阿佬，白佬時間嗬，白佬時間參椒參乜咩啊？都冇人講叫 orange coffee。對 ，orange coffee 啊，白佬時間嗬 cocktail 嘅 coffee。係咪係 orange juice 啊 ？orange juice 同 espresso 咯。對，白佬時間。做阿玲嘅。
零哦，我零 OK，個 refreshing 本啊，咁誒，做這 portion，依個 ratio 係咪？哦，call 成個人隻簽啊，是變吹氣啊，是隻簽啊，是吹氣個 con 唱個人嚟字啊，是唔是你看呢邊？哦，OK，唔知啦，我有啉到荔枝嘅咁樣嘛有。哦，荔枝 B 嘅叫做。荔枝 B 有你古嘅歷史咪是係你攞咩 affogato 用，你係你 vanilla ice cream。哦，呢冇上喎，你好食喎，你 ice cream 應該 ice cream 是 vanilla 嚟嘛 usually，好食喎。我冇食過。特別 vanilla 我全我感覺到啦，如果係正 vanilla seed 正啊，就比較好 ice cream 用 full cream 咧係 vanilla seed 正啊 ，baby 你去買你 Paria 你咪 Nestle 啊是 Paria 啊，伊無用正啊，哦，你講正用嗰啲 vanilla pot， 即係正啲 vanilla seed 嚟 flavour 伊無嚇，伊用啲 essence 咧，伊無用正牛嚟呢種嘅啊，係咯，較好食喎。個 pizza個 pizza 係咪？你去 Japanese restaurant 食，但是樣好攞 as a dessert 嘅咯，所以個 pizza then 加 cream 咯 ，full cream。我諗到嘢啦，可能。哦，你讀叫會啦，呢隻菜園呐，呢隻菜園Jello 啊，Jello 嚟。阿龍個別個，啷嘅叫個別個。哎呀，我當你搭過隻個，我出頭擺有個別個誒。誒，係你嗰未心跳哦？呢個意思，阿韓做工，阿韓跑個別，阿龍講咩？阿龍。我咪講上面有時，唔係都俾小電我小蛋啊嘛。係你我當佢時候會 try 另外一邊有時我白豆我睇要嘅時，我咪做幾樣物件咪俾嘛。記得有時你會做沙盤嗰時候，當然滾奶啦，是有人嘢啲沙盤嘅 base 啦。伊嘅煮咧過後，用貴了嘅 espresso 嘅個別款嚟做沙盤。做沙盤。哦。Australia 有隻大擺叫Frank Green， 誒係咪啊？一個擺有了嘅。做 scrap 嘅，唔是，得啊，好看。Frank Green 是哦。我多謝。嗰特別啦，冇講到 cold brew 講，特別啦講隻誒cold brew。嗰句講。有一個嚇，嗰個白都。嗱，嗰句講啊嚟講。OK。Frank body 阿龍。Frank body。OK。咁啊，仲聲音或者咱個細嘅。嚟講誒，佢咱叫特乜咧別使講阿咪，如果冇成個 level 誒，個別線，個別貴，個別係咪？I label 呀，像阿龍啊，嗰陣時應該是叫個別線咯，伊是會曉嘛 guru 啊嘛，個別貴是夠節夠黏嘅咯，即係夠認隻南西。你這冇白咧，個冇白真厲害喎，所以邊是個別線咯，嗱啥？呀，伊是個別線呀。個別怪咧，個別怪。我有影俾赤嚟睇。你本是個別線啊？我是我有赤睇。啷食就食，會曉就食，特別我是正啊，頂是蘇巴啦，啷當然見咩上班嘅裏邊，正是咖啡裏邊做工嘅人是我條咯，所以我是懶我段時，因為我開咖啡，我 design 個 plan 咖啡，我歸納公司嘅歷史嘅時候。哦，是啊，誒，白得對伊做 F&B 係嘛？啊，特別對領除路咧。嚇，攞特別去傾下。伊兩本是做緊啲物件本嘛，當然。因為而家大間公司啊，伊人 set up 無相，所以要跑過邊嘅 process 無相嘅 steps。哦，誒，就是講我俾啲馬來西亞，就是講我頭家俾啲馬來西亞開運嘅 branch，我哋咪除路咯，就你曉咯。你 before 你嚟除我，你靠你去看 coffee 先，看樣嘢做物件相喎。啊，對。因為 coffee 頭家 Korean 啊 ，based in Malaysia 嚇，咧要一個成立在 Indonesia 是做我哋教育巴啦，做茶嘅哦。所以店特間店，伊嘅 franchise 店啊，咪個了用人嘅茶嚟做，伊搞得真正長嘅啊。誒，我看即個วีว่าว่าตอนที่ว่าจะว่า YouTube 會啲講話特別วีว่า就會 link 唔知做咩冇嚟 anyway 所以我咪講我咪ทัก出嚟講咩嘅呢份呢度嚟嘛 OK 禮拜再見 OK
激動嘅，嗱，冇咪見到佢嚟，所以嗱時講嚟講嚟講落去去 YouTube 可以隻。OK， 今時講嘅接並性啊，嗱嗱時有興趣嚟講，嗱個就去講無上話題，嗱時講攞咪嘅講嘅嗬，攞嚟誒，或者是會 suggest 攞嗱些男細是阿龍啊，嗱時講攞落嚟講有當時啊，攞到啲 clubhouse 上時我冇啲啊，上面攞嘅講到就好聽啊，或者是會錄音是啊，嗱時講攞有辦法錄嚟講嗬，嗱時日嚟做成 bonus episode 本唔到，或者咧係不自覺講 ，OK， 今日講條國必有啊，我講過啊。有嘛？咱個咧會使 download 誒包嘅嘛，我個咧有收起來。哈，對，咱會使看到隻 episode，特別咱咪成啊 ，OK 啦，咱嚟講 ，OK。誒，我係使 impose 我係使 add 落去，impose 我係使 add，特別咱係使嘅係嘛，所以我是免做呢隻工咯。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嚇，係咪嘅咯？我你咁大聲。OK， 我咪是冇影嘅時候，我係使幫我嘅 rerun 咯。我哋講下是 rerun。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個有到啲 YouTube 嘅朋友，就是頂一禮拜攏無看無聽，到啲一朋友訂了，一朋友訂看訂聽，依靠就訂啊！試過第一集正丁，係往現條錄，因為是叫你通知，拜。